打我呀！给我松开！还满意吗？给我松开！给我松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芳芳，芳芳，谁啊？哎，芳芳，芳芳，你干什么？芳芳呢？芳芳呢？打我呀！芳芳，芳芳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哎呀，没事吧？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就是打的手有点疼。我看看，真没事啊。东方，还说。东方，哎呦，家法，蠢女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东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也不能怪他们啊！他们喝多了才什么？东方，我们时间是不是已经晚了？我们快走吧。今天就饶了你们，回头再找你们算账。东方，走。东方，东方，你别说了，这回那个蠢大货。老大，东方，东方。今天，对不起啊，错过了跟你去看烟花。没事儿，又不是你的错。怎么连元宵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怎么教小孩子的？小皇帝天真可爱，只可惜没受过正规教育，再加上天天跟李欢他们混在一块儿，难免会沾上一些邪气。峰峰，为了我，也为了你，答应我，以后多想着点自己，好吗？黄辉，元宵它其实……峰峰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静静呢？我也在联系他，刚才还说在路上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先送你回家，一会儿我再联系他。走。让人跟踪我，还让人打我朋友，我讨厌你！你这个老糊涂！臭丫头，你才是个小糊涂！就算我打错人，可你说你现在算什么？怪不得你之前不来骚扰我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想通了，真的明白我真的让我去追梦，结果你根本就没变，还是那么蛮不讲理。之前对你所有的好感，今天全都退回去了。你再一次变回了那个最让人讨厌的土豆老爸。没错，我也要收回对你的信任。之前对你宽容，误会你有想法，有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。可现在看，你根本就没长脑子。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去给人当后妈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什么后妈？那都是我想，人家都还没同意呢。你还没同意？那你现在不是倒贴了吗？哎呀，我人性一辈子聪明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货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有事，我要出去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，好好待着。我之前就是太宽容，让你出去，才闹出现在这么多事儿。从今天起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直到相亲成功。啊，相亲？你要让我相亲？
妈，我爸他虐待我。我不会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装，你装下去吧。爸，妙丽，你别说，大哥这个手是挺温暖，难怪他是个情圣呢。只要你没看上我们家芬妮，你怎么摸我都行。你想思维一下，他还活着吗？哎呀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软禁？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都不管用了。那不如逆向思维一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还以为你真回来了呢，回来又怎么样？还好我有定力，把持住了。给我蹲地点！老大，他知道错了。你看你以前让他这样，他也不这样。算了吧。对呀，这都蹲了1个小时了，一会儿还上幼儿园呢。我们好不容易给他弄到幼儿园，学的什么呀？学的就是趁人之危。老大，他还小，不懂事儿。不懂事儿？我看他太懂事儿了，竟然算计到自己亲爹头上了。平时小打小闹就算了，小小年纪就这么多鬼主意，日后还了得啊？这是道德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姑息，严惩不贷。快，给我蹲好！大哥，别打鳄鱼啊！快去幼儿园给他请假，你们都给我撤！去，快下去！